哎呦，大哥，我这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您就打个折嘛。是，您也有难处，但是我们这些学生正是国家的主要栋梁，社会主义建设的顶梁柱。是，扯远了。但是，如果您现在支持一下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事业，那就等于给我们这些大学生，给我们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。没有，我绝对没有忽悠您的意思，我这是真诚的跟您商量。哎，行，中 OK， 那下午见，大哥。好嘞，再见，你不去当律师白瞎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等咱以后发达之后，进人大，上中央。人民大学和马路中央啊。别扯了，快帮我来搞定这个。又出什么问题了啊？电源什么都是好的，就是打不开机。中毒了？不能啊，昨天刚杀的毒。我怀疑啊，你买了一批2手至2手的东西。不能啊。不能，我建议你还是打开看看吧。买的时候都打开看了吗？那么低的价格，我就等于白抢啊！还打开来看看。来，我看。哎呦，你看，我现在还没怎么着呢，也有真繁忙。哟，比尔盖茨给你打电话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新兴电脑维修部吗？喂。你找谁啊？哦，我打错了。谁呀？我前妻。啊？刚离婚就给你打电话啊？新兴电脑维修部。他电脑坏了。1、2、3 ，yes。喂。装什么装？电脑坏了。拿过来吧。你在哪？店里。照什么照啊？又不是第一次见面。你懂什么呀？我离婚了，离婚就像分手了，必须让对方看到我现在过得很糟糕，这样才能让他知道原来我离开他是没法生活的。女人心软，一心软，好办。好，你这么了解女人心，应该开个女人我知心网站呢。正有此意呢。说的跟爱情专家一样，怎么还搞得离婚了呢？啊？通常，当理论遇到现实的时候，理论都是被直接 PK 掉了。哟，我应该叫什么呀？钱嫂子，别吭声，忙你的去啊！装哑巴是吧？我专业。Hello。哈什么 low 啊？是不是要再给你递张名片，做个自我介绍呢？这倒不用。你朋友在？对，小店刚刚开张，朋友过来帮忙。哦，开张啦？不算正式开张，试营业，准备换地儿。你电脑什么毛病？拿来我看看。什么毛病？中毒。哎呀，中的思念之毒啊！行，没问题。着急用吗？很着急啊，不过我会付你费用的。付费啊，必须的啊，那个还得付加急费呢，是不是啊？来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坐，你喝水啊。没问题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
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放假了吗？因为找不到你，所以来这里。有事儿啊？我想了3天的问题啊，今天终于解决了。那只能说明问题的难度比你想象的要低。因为我的智慧大于难度。等你在商场再混几年，你还能这样，我佩服你。被老爸佩服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。哎，行了，别贫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苏雪儿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。这个我已经知道了。我要说的是，苏雪儿事情结束是前提。你有女朋友了？我的聪明啊，绝对是您遗传。什么时候都不忘先表扬自己几句。你是不是想带她回来给我看？哎，不会是那个有夫之妇吧？爸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对她那么敏感？说得不错，知子莫过父心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她的眼神，就是跟看别人不太一样。不会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她，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。放心，绝对不会是有夫之妇。别的不说，今晚见。什么意思？去外面吃？不需要，我带她来见您就可以了。不要，这回我可不上你的当。你先把他的资料拿回来，我好好研究研究再说。又不是招聘员工需要嘛。行了，今晚见。东西又存 C 盘了。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东西存在 C 盘就等于把钱搁在马路边，来一阵风，全给带走了。我着急嘛。急呀，急呀，急现在全部完蛋。不会吧？上次我存在 C 盘的东西，你不是全给我恢复了？帮主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人家是故意的嘛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给忘了。就这样还敢跟我离婚？离？哎，师傅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别这里面的东西修好了，外面又坏了。这电脑还是我给你买的呢，坏了我再给你赔一个。哎呀，这哪是离婚夫妇啊？你们俩复合得了，啊，打情骂俏的。哎呀，我受不了啊！喂，伯父，我呀，小罗。哦，罗来了。您干嘛呢？我这儿搭一棚子，开水果店。到那时候财源滚滚，估计1个月收入达到0.6个亿啊！哎，伯父。好了吗？你这毒啊，中得有点深，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啊，我没碰什么东西啊。现在的病毒都疯狂升级，你都不用碰什么，直接侵占你的系统。是吗？哎，你还记得咱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吗？当然。这个病毒就相当于那个红色眼睛的僵尸大怪物。那你赶紧灭了它呀！我正灭呢，但是它实在是太厉害了。
我得拿更高一级的杀毒软件来灭了它。那你去拿嘛。我这店里没有，在家里呢。哎，你今儿着急用吗？好了就用，实在不行那就明天呗，反正也没老板管我。你忙什么呢？我现在准备开一个网上小店卖小商品，不过我收集了好多资料，都在桌面上呢。放心吧，我能全部给你恢复了啊。就知道你行。哎，但是今天修不好了啊？明天吧啊。哦，那只能这样了。哎，行，那我们现在来谈谈维修费用吧。真的。哟，伯父，来慢点，慢点。哎，确定不需要去医院？没事，不用去。伤了哪儿我自己知道啊。哎呀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呐！年轻的时候啊，这活都是小菜儿，没想到，真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帮你搭棚子。1000，杨康，你去打劫好了。打劫？打劫多没意思啊！得劫色。救命啊！姑娘，你还是从了吧。这方圆100里呀，就爷一个人。那小女子给大爷唱首歌，您看能打折不？小女子是嫌爷身边的狼不够多是吧？打起情来骂起俏，哎呦哎呦，复婚的道路就来到，哦耶！白日做梦。女施主哪里去啊？这里是黑店，我找白店去。想走没门儿。是没门儿。我上次辅导你英语还没交学费呢吧？说起这个，那我上次还陪你玩泡泡糖，我把装备都卖给你了，钱呢？你玩魔兽不是输了吗？抵了。抵了，行，抵了。那我还送你那个熊猫、恐龙蛋、房车啊，还有那个恐龙仔，钱呢？还给你就是了。拿来，把钱拿来，快点。密码忘了。你不是电脑高手吗？你把密码取出来，里面的东西全拿走。那也不行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关系非常的敏感啊。我呢，作为你的前任丈夫，不能私自进入你的私人空间。我批准你进入。那好啊，密码拿来。我看来今天我是羊入虎口，误上贼船了是吧？让我用一句纯正的中国话告诉你，正是。说吧，你要怎样？你想怎么还呢？要钱绝对没有，要命更没有。以身相许呗。本舵主勉强同意了。我呸！我雷小桃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，也绝对不会让同一块笨石头绊第2次。阁下的意思是，我是那块笨石头？是的。行，爽快，去我家吃饭，1顿饭，顶电脑维修费，外加前面各项债务。中。时间今晚中。不送，慢走啊。小罗，下来休息一下吧。待会儿很快就好了。哎呦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才啊，连搭棚这种技术活也和我有一拼呐！不是，以前在国外留过学，在农场打过工。哦，出过国，是还打过工。对。哦，为什么打工啊？就是留学要赚钱交学费。你家连学费都出不起啊？不是，我不想靠家里人。没，有志气啊，有出息啊！小桃有你这样的朋友，那真是有福气，他的福气啊！伯父啊，有件事情，我想跟您商量。你说。我经过认真严肃的考虑啊，我想和你女儿交往。
哦，这件事情我还没跟您女儿说，就是我想这件事情啊，先跟父母商量一下比较好。孩子，你太懂事儿了啊！这种事儿就得先跟家长说嘛，哪有秘密结婚悄悄的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连婚礼都不办就把婚给结了。我要跟小桃结婚啊，绝对通告天下啊，大摆酒席，让全世界的亲戚朋友好友都知道。对，这才是正确的结婚方式。伯父支持你啊！谢谢伯父。不过小罗啊，难度太大了。这怎么说？你想，小桃刚刚离婚，你父母同意吗？结婚了肯定是不同意，但是现在离婚了，有什么不同意的？我不是这意思。我知道您的意思，您放心，我父母这边啊绝对没问题，我绝对不会给小桃增加负担。那就好，剩下的就是小桃的事儿了。好像我觉得她还没有从失败婚姻的阴影里走出来。伯父，您放心，我会帮她走出来的。太好了，我知道我是您心目中最完美的女婿嘛。太对了，所以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你都要坚持住，伯父就是你的坚强后盾啊！伯父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会勇往直前。无而郭德。小心，伯父。没事吧？我说的English 英语啊。哦，我明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次绝对不会放弃。看出来了，死缠烂打这招你都用上了。什么叫死缠烂打呀？哎，你没看到他高高兴兴的走了啊？还真没看出来。你眼拙呀你！说实在的，当初你们俩离婚，我还以为你们俩感情破裂了呢。今儿一看，大哥涛声依旧啊。那必须的。这个人，我告诉你，我杨康能追到他一次，就能追到他第二次。雷小桃，你这辈子就别想逃出我杨康的手掌心。你还想拴别人一辈子啊？靠一顿饭就打发了？一顿当然不行，3顿，3顿再3顿，你就知道吃。你平时啊对别人好一点，天天让别人开心点，他也不会走了啊。你不懂，这女人啊，好起来真像个女人，可坏起来，哎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哎，就跟那个千年老妖似的，气得你呀，浑身难受，手痒脚痒的。既然这样，就别要女人了啊。那也不行，有呢，只是偶尔浑身难受；没有，那就是长期浑身难受了。这次我杨康得使用一下我的策略了。难道你要把36计从头到尾读一遍？孙子那套 take out 了，我们就用 CS 那套。这回我要让他想我想的头疼，吃饭吃不下，喝水喝不下，最后哭着喊着求我跟他复婚。哎呀，杨康，如果他没走，在这偷听，你可就完蛋了啊！我完蛋了，你也死定了！好了，别闹了，快来看看你这些不知道卖了几手的货吧！啊！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爸，这是你给我的昵称吗？我接受了，以后啊，我就像爸爸一样疼你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爸呢？你爸出去一会儿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你怎么在这儿嘛？对呀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是做了一个梦，醒来就发现自己在这儿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喂，
过来帮个忙吧。不帮。帮个忙吧，这就是你家的事儿啊！啊，快，帮我递一下，钳子帮我拿一下。哎，谢谢。喂，又不是补衣服要好看，错了继续钉呗。那性质可不一样啊。这衣服不错了，顶多不好看。这不错了，这块板鞋底以后，下雨天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。看不出来你还懂很多。你爸说了，我是全能。切，你还是别补了吧。你看这里这么热，下雨了正好可以冲凉啊。那为什么呀？那等到刮风天怎么办？你跟风比赛谁先抢到水果？你不是说你全能吗？那你就给风打个电话，让他故意输给我呗。我是全能，但我只管地，不管天。是吗？既然这样，我就降低要求。你给我安一个自动天窗吧，一到夏天自动打开。像我那辆车一样？对啊，做得到吗？好，前提你付我钱。喂，干嘛？你看不出来我在干嘛吗？擦汗呢。切，你以为是让你做手术啊？连装个自动天窗都不会，还跟这儿擦汗，水都不给你喝。女婿，我回来了。女婿没水喝呀？什么？我不会有这么不讲理的女儿啊！我给你切西瓜啊。那好，我先上去忙着了。哎，去吧。哎，桃儿，啊，爸啊，你刚喊的什么呀？啊，小罗啊，喊的女婿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嘛？怎么了？人家今天是来给咱们提亲的，这当然就是我的女婿啊。提什么亲啊？就是正式提亲呐，人家要娶你，当然就是我的女婿了，怎么不能喊？哎，等着吃西瓜吧。啊，我，什么情况？情况不妙，不妙到什么地步？这好像是处理过的。按照这个破旧的程度，应该拿去直接销毁。你的意思是咱们上当了？看看邵偶然这么一个，还是都这样啊。喂，下来！我让你下来！扶我下来呀！做梦！你在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在帮你爸搭水果棚子。我说的是，你跟我爸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和你爸说了很多话。提亲？提亲？快说呀！没有啊。其实我这些话本来是想带你到花前月下再说的。喂，你在搞什么？哎，不和你说了，我口渴了，先下来喝杯水啊。喂，切！回来了？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工商局的人说了，这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事，不可能有通融。哎，那就搬家呗。怎么啦？我们像羊肉一样被人涮了。怎么个意思？哎，干嘛去？干什么？让开！哎，杨康，杨康，让开！冷静！让开！冷静啊！杨康，我告诉你，你为了这5台机器，搭上命可不值。他这是不法经商！得了吧你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要不是当初你贪人家便宜，看都不看就买了下来。我真是越穷越出事儿。我不是当时兜里羞涩，以为命好，天上掉馅饼。好了啊，天上只会掉下个林妹妹给你，不会掉什么馅饼的。
别贫了，这够贫的了。哎，你这5个馅饼一共花了多少钱？1000。嗨，那么便宜啊？回头当废品卖了啊？一个1000。什么？贤婿吃西瓜。哎，嘿嘿，哎，桃儿，伯父，桃儿，招呼客人吃西瓜。来，坐。你刚喊他什么呀？这会儿怎么变客人了？你希望像那么喊啊？来，谢谢。这孩子，来，谢谢爸爸。应该的嘛，应该的。哎，谁让你乱喊的呀？你敢逗我，就不许我逗你啊！谁逗你了呀？自己没长手，凭什么让别人帮你拿？怎么说话呢？人家帮我们干了那么多活，拿块西瓜还不应该吗？哼！爸啊，你看人家满头大汗的，你是不是应该拿条毛巾给他呀？是应该，我这就去啊。你想干嘛？谈判，请保持国际礼貌距离，这样你才有压力。你会为这句话后悔的。甜蜜蜜笑得多。我没看见，没看见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跟你说不清楚，找我爸去。说清楚。你是要跟他解释我们刚才没有接吻？满嘴胡说八道，切！爸！哎，这，我这儿忙着呢，去陪人家。陪什么陪啊？他凭什么让我陪啊？他以为他谁啊？他是谁啊？爸懂。这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啊，一天一个变。爸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。我已经很清楚了。哎呀，你不清楚？你以为我离婚了就可以跟别人了？当然，不，桃儿，你也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呢，不能这么想。哎呦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我当然会嫁人啊，但是死都不可能是罗毅。为什么？你见过麻雀跟凤凰在一起吗？谁是麻雀，谁是凤凰？当然他是凤凰，我是麻雀。不。你在爸爸眼里就一直是金丝雀。哎呀，爸，你又往哪儿扯了？爸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我跟罗毅绝对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你就不要添乱了。我什么时候添乱了？你别给他信心就不添乱了啊！你想，如果你这女婿这么一喊，他肯定信心倍增啊。我的信心可不是伯父对我的称呼。说得好。我觉得这事儿纯粹是你们2个人的问题，我就不混在其中了。不过我提个建议啊，现在天还早，你们去找个地方，什么咖啡馆啊，坐，好好谈谈啊。建议不错，采纳。采纳你个头啊！说什么话呢？啊，去吧。哎，来，走。哎，你放手啊！干嘛动手动脚的？伯父再见啊！哎，贤婿啊，好好跟小桃谈啊！哎。来，干！哎，我说别喝醉了啊，后面还有事情等着咱们处理呢。买账！行啊，你跟前任老丈人拼了一次酒，可以呀。什么前任的，今晚就让他变成现任。就今晚呐？你就有所不知了吧？刚才咱们帮主用一套3寸不烂之舌，愣是把前妻今儿晚上骗回家吃饭了。真的呀，帮主？牛！不过，你要是把这一套用到对付那个老房东身上，
就更牛了。必须用啊！跟你说，这酒壮英雄胆啊！来，喝了。哎，帮主，这啤酒喝多了可胀肚子啊！去他的！怕什么呀？我连前妻都有了，还怕个什么呀？喝，好，喝。好了，就这些。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应该也尊重我一下，让我也看一下菜单啊？不需要。为什么我就不需要？凭什么我就不需要？你怎么动不动就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只跟你说一次，以后别再问了。凭的就是我，明白了吗？切什么？来过这儿吗？当然啊，什么高档地方我没去过，何况这里。那这儿的招牌菜是什么？你的头。我认真回答，狮子头。哦，这里是西餐厅哈，那个伊丽莎白。那是水果。莱昂纳多。他是明星，怎么喜欢他？喜欢啊，好像是个女孩子都喜欢他吧。他是你的结婚理想对象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比杨康更接近你的理想？什么啊？我问你个问题。约。你真的离婚了？关你。哎，好好回答我的问题，否则我就去问杨康。你骚扰我就算了，你还去骚扰杨康？那就看你表现了。是离了，不过不排除有复婚的可能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催我抓紧时间是吧？催你什么？在你复婚之前，跟你结婚。什么？哼！哎，先别喝，我怕我说了这句话之后，你把这昂贵的酒给喷出来。我想娶你。喂，这是我刚切好的。再切嘛，啊，再切。女人啊，就应该伺候男人。凭什么呀？从古至今都是这样。哎，你看皇帝啊，他一个人吃饭，多少个女人伺候他，是不是？那你是皇帝啊？是啊，我是你的皇帝哥哥，你呢就是我的皇后妹妹。哈哈哈。皇帝哥哥，那你帮你的皇后妹妹切一下呗。想造反啊？自己切。不嘛，我就要你帮我切。我觉得男人为女人服务的样子最最迷人。哎，不对，我觉得女人为男人服务的样子最迷人。你切不切？不切。哎，不过呢，晚上回去我给你切黄瓜，切黄瓜美容去。不要嘛，我就要你现在帮我切，我要别人看一看你是怎么疼我的。哎呦，这有心疼的事儿，咱得回家做。
不嘛，我就要你现在切。切啊！我给你切牛肉，切牛肉，我给你切个大的。来，张开嘴啊！哈哈哈哈！死杨康，臭杨康，我以后一定嫁一个为我切牛。发个信息你都那么吝啬。来，喂，彤彤，嘛呢？上班啊？你不是跟你表哥见面了吗？哎呀，他肯定迟到，我要无聊死了，你来陪我吧。我下班过去，你们不会都散了吧？不能啊，你就快过来吧啊！有好戏给你看。你又搞什么鬼？放心，今天一定有好戏给你看。那你意思？哎，行了，今儿就到这儿吧。我呢，去解决一下房子的问题，要不然明天拆迁了，咱们那堆破烂扔在马路上，那就更吃亏了。好，走，我们陪你一起去，给你长长人气。